这间店同款拄到这个人客乌鲁木齐，这是台中市大雅这个乌里桑摕手机啊，还有电池来到通信行讲要换，无几分钟手机啊开始抢白烟出来，店员叫伊赶紧走，白烟线愈来愈高，该在无倒起来，险险啊火烧厝。业者讲，这个人插电池来通信行，煞无爱互店员修理，家己拆手机啊，看起来实在足怪奇。哦，你来冒烟嘞，反误了。通信行的柜台头前，一个中年查某人家己来拆手机啊，佮准备电池要来换，无想到熊熊不白烟。店员实在足无奈，看到手机的白烟愈来愈大，赶紧要求人客起来。好佳在最后手机也无烧起来。27号，大雅的这间通信行差一点发生火烧的意外。其实手机啊换电池有一定的风险，可能直接用金属的东西去这样戳它，让它翘起来。这样的话，电池很容易膨胀，或者是说起火，这比较会有这种危险性。专业的师傅强调，除了贴甲装爱细腻，电池的来源嘛爱注意。这个是他认证的编号，所以上经济部的那个标准局去查，就可以查到说这个电池是哪一家公司认证的，然后认证的电池型号是什么。其实手机啊电池拢有相关的保固，民众千万唔通家己来贴，到时阵物件歹去是小可代志，无拄好电池爆炸也是小气，都真袂好啊。好佳在这边无造成意外。当事业者讲，这名人客实在是真奇怪，走来通信行家己换电池，最后佫将店内的粉甲赖达摕走，事后将感色器的画面糊起伫面册顶悬，爱附近的店家嘛来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